社会师要来关心一个叫小梁的查甫，讲伊是五教的强主，创立党派，嘛有真侪信徒。伫台北市闹热的所在开唱片行，讲伊的歌声会当治疗武汉肺炎，讲手一个压就会当治病，也佫讲倡议，讲一半的台湾人拢会死，敢若听伊的歌声才会当活命。一只杀母傍加水牛大，袂输是变数单语大臭单。自咱互警察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依法上班，伊继续讲有心力。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去伊的唱片行，看到继续伫咧营业。自称是五教强主的查某人小梁，就亲像是超级明星同款，一出现伫咧党成立大会，就受到信徒真热烈的欢迎。荣誉党主席一个一个帮他们解除武汉肺炎，哇，真是神机！是神机啊！讲家己会当解除武汉肺炎，伫咧信众的面头前比来画去。小梁讲，只要伊的手一个压，就会当将武汉肺炎拢总变无去。佮伫咧面册顶大道主的招式，讲肺炎是新的因果病，预言讲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受到普及。佮讲只要来听小梁唱歌，嘛会当治疗肺炎，因为伊的歌声有辛辣。遮尔离谱的行为，刑事局早就咧注意啊！甲卖将团的团长拢互警方来约谈，按照社会法上班。讲家己是五教强主的小梁，唔那是电子业的头家，佮创立中华中正党。他的歌曲就是听久了就会带来正的能量，然后听久了你会觉得身心灵非常喜悦。所以你们自己听是真的有效？有通知徐信，还有秘书长李信来厘清案情。并讲听专辑就会当治疗武汉肺炎。防疫的期间，假消息是安那抓拢抓袂完。有网友伫咧族群内传讲，武汉当地家家户户厝顶拢有饲密婆，但这个影片翕的所在是伫咧美国，甲疫情根本就无关系。伫咧网络顶真侪假消息拢总互人抓包，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乌白相信，乌白来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